毕业的季节开始了，一张的毕业相，一本的毕业纪念册，对每一个囡仔来讲是陶醉的梦想。真侪偏乡的学校，因为学生的人数上少，加上所在偏远，交通的成本相对加真悬，所以专业的摄影师拢无愿意到偏乡帮囡仔来翕相。所以，就袂少偏乡的学校，都是由老师用手机简单帮全校来翕团体相，来当作是毕业相。有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看到偏乡学生的这个遗憾，为2015年开始，就号召同业组成着摄影团队，亲入偏乡，免费帮学生囡仔来翕毕业相。这6年来，因已经用镜头替9000个偏乡的囡仔来记录上界美好的童年的回忆。摄影器材穿好势，准备出发，因是囡仔心目中的圆梦天使。这阵热情的青年，透早要赶到花莲溪口国小，开始规工的温暖任务。采访小组嘛全程记录。敢做的就上去哈，不敢做的在下面哈。好，可以哦，来，很好，来，1、2、3，好，很好哦，来看天上哦。对啊，很好，来，保持。总共5个应届毕业生，比翕相的是2个阿美族的囡仔，专工换传统的服装，配合大哥哥大姐姐的指示，有时真活泼、真开放，有时真自信迷人。镜头去翕到囡仔每一个瞬间的表情。你在这里背靠着那一棵树，这样背靠着这样，超帅。好，来开始，老师。我们会拍一些小朋友就是笑得很开心笑得很欢乐的照片，那我们也会想要拍小朋友展现他们自信的感觉。好，怎么样？第2镜头，好来，1、2、3。一翕煞，这囡仔虽冲进前要看相片，幽默也甲这伙伴伫短时间内，就有法度甲这学生囡仔培养真好的感情，互因展现上自然、上纯真的一面。除了学园学校边的稻田、水池路边，这囡仔逐工拢爱行的路，拢变成翕相的场景。伫毕业这个人生重要的阶段，义务翕相团队替囡仔留下美丽记忆。开心。为什么？拍照很有趣，再想再拍一次。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到外面拍，然后还有很美的风景。就是很开心，因为拍照的方式很特别，他们会讲一些就是笑话，然后而且还有去一些很漂亮的地方，这样就是毕业纪念册会变得很漂亮。他们其实对陌生人有时候会有点害羞，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从早上到下午，就是那个笑容还有那种感觉甚至还就是直接跟你们这样聊天，就是非常的好啦。我觉得他们有感觉这些艺拍团队对他们的一种爱跟付出。1、2、3，好，很好。大家很好，很好。花莲寿丰乡溪口国小全校干那27个学生，要毕业的6年级的学生干那5个人。师生做翕相的时，校长加老师人数比学生更较侪。这是所有偏乡小学校的缩影。毕业纪念册的钱所费不赀，就是通常需要100多个人以上的学生，他们才有办法分摊那一些费用。这些艺拍团体来到我们学校，不止交通吃饭住宿，然后还花了整天的时间，真的是圆他们一个梦。因为资源无够，制作费用真贵。因为毕业相片一般都是老师用手机翕的一大张的相片。全校毕业纪念册是囡仔唔捌想过嘛唔敢想的代志。这摆翕的相片汇集变册了后，竟然是溪口国小近10多年来头一本毕业的纪念册。很开心，因为他们从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职业，然后就是特地来我们学校帮我们拍毕业照，很特别的这个东西，因为之前学长姐他们都没有拍这个。看那些照片就会感觉就是很幸福。为什么会觉得很幸福？因为就是以后上国中，然后上高中的时候，看着毕业纪念册会觉得有回忆感。
看到他们就是在自己习惯的附近的村庄啊，或者说校园里面，他们都有6年来的点点滴滴。那他们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，非常的享受。好像不只是小朋友圆梦，我也圆梦，因为我从小都有毕业纪念册，但是来到偏乡服务这边是没有这样的状况。那我就觉得小朋友拥有他们自己一本毕业纪念册，这是很棒的梦想，然后很值得收藏的。义务团队嘛替囡仔整理伊的造型，将规个摄影棚搬入学校。调下来，好，来头倒左边一点点就可以，很好，来保持。造型师跟我们一起走、一起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会请造型师帮他们做造型。摄影师来说，其实这是很一般的事情，可对小孩子来说是很稀奇啊，又喷发胶啊，又抹发蜡的，对，有时候就会需要这样子。将资源带入社会角落，义务翕相发起人士以37岁摄影师杨文英，本来是婚摄摄影师，2015年，伊带着一股热情甲勇气，开始伊的偏乡义务翕相之路。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对这块土地做一些事情？对，我就想到，因为那我只会摄影嘛，那我想说，那用摄影可以干嘛？对，那后来就想到又拍毕业纪念册这样。好，来再一张哦，叫大声一点。动机真单纯，却嘛真温暖。杨文英一路克服未少的困难，经费不够的时就家己开钱，欠卡手的时只好拜托同业斗3工。今年已经是伊陪伴囡仔第6个毕业季。拍片的学校第1年干那3间，今年总共翕40间。写了什么？就是那个谢谢他们赞助我们有毕业纪念册，有空可以来溪口看看这里的风景。我们希望每一个赞助人都能够拿到小孩子亲手亲笔写的这些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无价的。杨文英的热情嘛，感动将近几百位有心的摄影师，勇敢踏出第一步。像来自南投的王昭顺，就驶300公里的车来到花莲参加拍片。动态摄影师阿勇，自细汉伫屏东的部落大汉，对偏乡囡仔的处境伊真有同感。妹妹看我这边，男生全部看着前面的云。好，我常常跟朋友说，我觉得我加入这个团队，接受的治疗比小朋友还多。你在外面的社会千疮百孔，然后每天商业攻防，然后来这里很轻松，然后看他们笑，我觉得自己都会被治愈，然后就觉得其实我来这边得到的帮助不会少于他们。互拍。有在录影吗？有啊，有在录啊，所以欧北恭维都听得到。我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，看到一些大哥大姐姐们会到偏远部落学校去带团刊的时候，我会很开心。对，因为那一段的陪伴不一样。因为在部落有可能陪伴你的都是祖父母，所以当你看到他们愿意来学校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开心。所以我相信这些小朋友也是一样。对啊，然后你常常也会看到一些就是拍完了，但是他们舍不得。即马义务拍片的团队，除了摄影师，也有造型师等的志工加入。每一个人为了这个囡仔，暂时将膝头摆开，付出全场，和美好的信念起带动的作用。就算是只有1天，好，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在他的记忆里面留下一些就是好的善念，让他长大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去做一些好的事情。我觉得说我们确实是在做一个实际上他们真的没有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的努力，所以说他们可以拥有毕册这样子。我们是从0到1这个巨大的差异。会觉得说你不可以放弃，然后你不可以倒下，因为还有很多孩子在等待我们就是完成毕册，然后他们等待收到那个瞬间，我们也很期待他们，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。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毕业之后，他到台北读书，他跟我说，哥哥，我都会把你给我们的毕业纪念册带着，放在我宿舍的枕头下面，然后我想家的时候，我想朋友的时候，我就会拿出来看。然后我觉得，我好像做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。囡仔收到毕业册，幸福感是因继续前进的动力。6年来，因上山下岭，是全台湾去到130间偏远的学校，包括花莲、台东、屏东、台南，甚至远到离岛，总共替几千名囡仔翕相。
有的学校甚至干那一个毕业生杨文义甲伙伴同款无第二句话，用相机快门替这学生收藏青春。觉得用我会的东西去做对的事，尤其是你看小朋友他们天真无邪的笑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最大的回馈吧。不只是毕业生有期待，那其实其他年级的孩子他们都觉得很好奇，就是感觉像是一个美丽的约定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跟小朋友之间就是很棒的一个联系。当人家说这件事情没有意义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其实意义不是你在定义的，而是我们这一群人在定义的。说真的啊，这件事情真的很累。那我只希望说能够拍到自己不能拍为止。这段热情点影书伫偏向囡仔心田也静止和梦想翻译。伫杨文义甲伙伴的眼内，囡仔笑容是上界感动人的画面。偏向书生的欢喜，二拍团队无私的付出，这一步一步拢是台湾上水上珍贵的风景。